23岁上午，伫咧安平区公所为所有参加府城联合婚礼的新人举办说明会。现场除了为新人解释婚礼的流程以外，嘛邀请到家庭教育中心来为所有的新人解释婚姻佮有性别平等的相关知识。这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在11月6号，也就是在我们台南最优美的地方、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奇美博物馆来举办的联合婚礼。常说台南市是适合于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一个城市。尤其王伟哲市长上任之后呢，他很致力于说生活环境的部分，而且还有工作环境，比如说台南科学园区的扩编，还有就是说沙仑的这个营造很好的生活工作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来让这一些新人有一个很良好的工作的一个环境，而且适合于居住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还特别于今年在疫情的比较减缓的时候来举办联合婚礼。很开心这一次可以跟未来的太太一起参加这个联合结婚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我的太太她本身就是台南人，那我自己是高雄人，在台南工作，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这阵子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很担心说婚礼能不能准时举行这样子，但没想到台南市举办了这次的联合婚礼，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大家的见证下一起步入婚姻的那个幸福的殿堂，这样子，谢谢。11月6号的婚礼举办伫基美博物馆，并伫咧活动的当天，佫会予新人因参加摸彩活动。除了头奖是65寸的液晶电视以外，佫有总价值5万块的现金等咧，予新人抽转去厝里。同时嘛，伫今仔日开始到11月6号，开放新人免费来参观台南市的古迹佫有景点。嘛送每一对新人6张好康券，鼓励新人会当加带亲戚朋友来到台南旅游。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